再来看台中最近3个月发生真侪件加油无付钱哦，有5间中油的业者受害，敢是去嘛锁定一个细电的嫌犯，警方嘛已经抓到人，移送法办咯。 嫌犯骑车到加油站加油，看到加油员加好放油称了后，煞无纳钱，马上骑车扬长离去。过程中去监视器翕落来。台中最近3个月之内发生几多件加霸王油的事件，警方接到报案，锁定40岁陈姓男子，持区票伫咧大理区新林路一带抓人。经本队会诊本市发生之案件，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。日前。 持拘票将田姓犯嫌于本市大理区逮捕到案，并由检察官声押获准。警方统计有5间加油站受害，嫌犯锁定中油加油站，加的拢是95无鉛汽油，累计加19.52公升，业者受害金额总共635块。中油公司证实，受害加油站拢是家名业者。 监控摄影镜头翕落来犯案的车牌了后，马上报案，而且通报所有的直营甲加盟业者特别黑红。现场会有一些 CCTV 的摄像，那取得相关的车牌号码，马上通知相关的警方，马上会通知我们所有的中油的直营加油站，还有我们的加盟的加油站，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要大家要特别注意。典型嫌犯向抓证前，还阁走入去面体密起来，但是由完去警方逮捕。 专案以涉犯诈欺加窃盗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，检方考量有搁再犯的可能，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核准。中油是强调，目前民众加油大多拢以信用卡或者是中油 App 来支付，霸王油事件大大的下降，但是有案的请加油站提高警觉。记者台中报道。